打个猫眼啊，看一看东北冰下水的压力到底有多强。掉下去，咕上，容易下去。不让他挂的，拿绳儿，他挂白纸来了。我全国各冰下水的压力来，哇，快拔着呢！哇，这才叫压力。鱼都冲出来了一会儿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这个太漂亮了！东北冰下水的压力啊，干就完了。